假設你老細突然話將幾廿億資產同公司嘅90%利潤分俾員工，自己淨係攞5%，咁樣突然天降橫財，你會唔會覺得背後一定係有鬼，定係真係好心大發現分錢俾你？唔通發達要有個好老細同好公司先至係最緊要？最近國內河南超市半冬來嘅40億分錢引起一系列風波。國內都有唔少媒體同 KOL 熱議，更有媒體指係為咗自保。告訴你們，20年前我就知道今天的結果。20年前我就跟很多企業家在分享，我說你不分錢，將來不也是個死。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，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講翻少少背景資料俾大家先。半冬來係一間河南許昌嘅超市嚟嘅。由於創辦人余冬來喺1995年從40平方米嘅小店做起，現時喺河南咧就開咗間30幾間嘅分店，年銷售額超過200億人民幣㗎啦。單店營收利潤率高到連沃爾瑪、山姆都視為勁敵。佢最出名嘅唔係賣貨啊，而係對員工好，高人工啦，足額嘅5獎金，每天7小時工作制，每年至少30日至40日嘅有薪年假，即係 AL， 仲有10日嘅唔開心假，心情唔好唔問理由直接可以請假唔扣錢，咁啊導致佢半冬來嘅員工流失率低至只有1% 左右嘅啫，遠低中國嘅零售業平均嘅20到40% 嘅。講真，如果香港有間咁嘅公司，比正常嚟講高人工又多假放，返工時間又短，咪話唔心動啊！一直是希望呢，讓這個企業體現一個真誠、純粹，體現一個自由、公平，體現一個正義、勇敢、自信。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是我們源自內心，我們想做的，是我們自己喜歡的。但係由於余冬來局突然公布40億嘅資產分配方案，將公司界有40億嘅人民幣咧資產咧按崗位分配俾超過1萬名員工啊，管理層分15億，打工仔分18億，一個打工仔平均都袋到成20萬人民幣啊，12名店長級嘅更高達2000萬人仔啊！呢個消息一出，全民譁然啊！有人讚呢個真係真正嘅共同富裕。首先幫佢澄清一下，呢個就唔係一次性派錢啊，俾員工即刻拎走嘅，而係將公司嘅資產咧化為呢個股份啊。余冬來話咁未來咧每年嘅50% 利潤咧就會用嚟呢個團隊獎金啦，50% 歸股東嘅。呢個制度咧已經其實維持咗20幾年㗎啦，唔係單單今次嘅，只係今次因為要起呢個許昌嘅夢之城項目啊，先明確咁樣分拆呢個資產嘅擁有人，避免未來嘅財務糾紛嘅。咁佢自己就拎5% 啦，咁大概就真係2億人民幣啦。咁啊佢強調嘅呢個係真實情況嚟㗎，唔使再估㗎啦。咁啊仲話希望咧透過呢個方式咧就實現呢個共同致富、共享美好生活咁話。你們是用這種傳統的習慣的思維來看待胖冬來，胖冬來呢是用一種理性的、科學的、比較先進的這種環境的這種文化和思維看待我們這個社會。咁呢單嘢其實本身嚟講咧係説好中國故事，但係中國網民咧就已經即刻腦補咗好多劇情啊！咁啊，國內外嘅 KOL 同埋博主咧都即刻湧入去討論啦。咁市面上最流行嘅陰謀論咧就話半冬來係為咗自保嘅。中國評論員咧李成鵬咧就暗示話分錢咧係自保嘅陽謀啊，避免被零元購。咁亦都有唔少嘅財經 KOL 咧都率先喺度吐槽同埋拆解嘅，例如有 YouTube 嘅博主啦、小趣時政財經啦，感慨中國點解容不下一個良心企業。其實正面嚟講啊，半冬來呢大嘢證明咗賺錢嘅核心理論就係對員工好，唔單止係道德，更係投資。更通過利潤分享咧，咁啊令呢個員工變成合夥人啊，服務質素上升，顧客忠誠度高，利潤自然滾雪球啦！一年銷售額更超過200億人民幣，利潤遠超同行啊！咁啊係一個最佳證明嘅。但是我是一個微小的企業，雖然在當地可能多少有點影響力，在河南有點影響力，但是不足以能讓他們明白。咁呢單嘢對香港嘅投資者同埋打工仔嚟講，先唔論佢係咪陰謀論先，咁喺任何市場係咪一個好老細同埋好公司，先至係財富增值嘅關鍵所在呢？無啦啦有20幾萬喎，高管嘅話2000萬喎，
咁你覺得呢？如果你揀工係應該揀好公司定好老細，定係高起薪呢？如果撥東來嚟到香港，你會唔會即刻跳槽？歡迎留言討論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